又有风台形成啊，今年第9号风台苏拉，伫今下晡2点形成，目前是轻度风台，上紧后礼拜2会开始影响台湾，而且发布海上风台警报，而且也无排除讲伫咧拜三的时阵，小联赛来发布这陆上风台警报。今年第9号风台苏拉已经伫日下晡2点形成，气象局表示，伊的中心目前是伫菲律宾东边的海面上，目前以每点钟4公里的速度向北西行。在比较靠近我们台湾附近的这个热带性低气压，已经在今天下午2点的时候升格为今年的第9号轻度台风苏拉。因为过去几个小时，它增强的幅度比较明显一点，那它的半径的话呢，则是大约是在80公里左右的情况。也若即个风台未来安怎行，气象局是讲，若种行的方向是偏北，就会对台湾有较大的影响。有过后礼拜3到拜4，会是上瓦近台湾的时阵。明天开始到礼拜天，它会逐渐的往南边偏移，慢慢的打转的情况哦。那打转的情况之下呢，到了礼拜2开始，太平洋的高压又会逐渐增强牺牲，把它往西北边带过去哦。不过这边呢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在，因为第一个就是在打转的幅度上面有可能比较偏南或者比较偏北。那如果是它比较打转的情形比较在北边的情况的话呢，就会离台湾的影响会比较明显一点点了。所以未来的路径还是有蛮大的不确定性的。另外，海面上还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TD11，上紧伫拜5下晡到拜6再起，有机会变做第10号风台。因为即马也阁是风台季，气象局表示，目前伫台湾的东南边有相对较大的低压带，因会互相影响，所以无确定性也真大，会继续观察。记者柯高山林秀凯台北报道。